台海无平静，国防部今个再查到27架中国军机，其中19架飞过海峡中线，12架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，也发现到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去到西太平洋。学者分析讲，这解放军把战备警讯变做是常态化，国军就要特别注意。上界烦恼就是惊讲，因对台湾向发动攻击。 中国侵关台海情势紧张，国防部10时侦查到27架次的中国军机出海，其中19架次是超过中线入去到北部、中部、西南和东部的空域，上近的离五乱皮敢若35海里尔。会当注意的是，有高达12架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。另外，中国航弹山东号已经入去到西太平洋，国家关心敢和中国军机南绕台有关系。那它每一艘都可以期待60枚以上的这个所谓巡弋飞弹所以它就具有一定的能力。 可能会由远转战，也就是发动飞弹的突袭。那这一点，国军会强化各种海空的监控。中国在台海的战备警讯是愈常态化，或者经过东部、南部战区扩大海空训练，国军应该防止中国军队对岸转战，对台发动突袭。另外，中国的可可船13出现伫宜兰苏澳东方的24海里，想要弄入来咱的临接区，海巡的船舰嘛随到现场，双方伫海上开始对峙。 一台铺设战术比赛的运输车，顶元载中科院研制减伤无人机，10时出现伫恒春台26线，要驶去高平基地。国军月底要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，会发射雄风爱国者飞弹，海巡舰艇嘛会发射反舰飞弹，减伤无人机嘛会投入操演。 旧有的东西其实它只要定期在测就好了，那没有必要再抢在这个时间测哈。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为什么要这么急？那表示它有新的东西啦，新的系统。那我们宁可相信中科院是在测试新的两型的这个舰翔无人机。减伤无人机主要是用伫攻击敌人的雷达。目前中科院正在研发正解的型号，目标影像攻击型为试定为攻击型，会当更加精准拍到目标。专家讲会当帮助压制敌方的防空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